咪冇批房啊，到底呢啲錢啊係練一手新房好定係二手房好啊？係買嗰啲成棟個自建樓好定買神地皮嚟自己設計啊自己起啊？嗰啲老舊步梯房啊，很值得買噶嘛？歡迎新接播福嘅認真睇我直播3分鐘啊！了解高州樓盤小區嘅優缺點手上熱線有限嘅情況下點知買先買錯過廣告咧就嗰度嚟9年嘅房產有間房嘅問題基本啲個好易貌好都敢講只要你有房嘅相關問題都可以從我呢度揾得到我。無論你係想買房抑或係賣房嘅問題都可以嘅把你想要了解個片區小區中意嘅小區嘅名稱將佢名稱打出來嗰個同你分呢個優缺點幫你比比慳在廣州買房要注邊啲嘢有邊啲坑係需要避開嘅嘛？商業貸款係先等額本金好定係等額本息好4樓、14樓、18樓呢特殊樓層可以買噶嘛？乜樣個戶型係好戶型乜樣嘅樓層係好樓層上我直播間停留3分鐘你想聽到個我都要講你聽嘅真係想要呢個片區小區嘅名稱睇啦各位伙計講啱啱開播嗱，我哋高州依家樓市行情點個樣佢已經係2026年個7月尾咧8月份好快到咧咁依家高州房價係升大跌東隅品冠華苑、中林城、明雅城天驕明苑、天驕豪庭、城東雅苑天和府、城東悅府等等呢啲新樓盤到底點個樣值唔值得去買依家係咪收高時機在高州人生第一套房應該你要買先買錯噶高州嗰啲私包房選邊度好邊度個私包房優質啲今日我哋一齊嚟聊聊呢啲話題高州邊啲片區房咁值得推薦噶精裝房同埋毛坯房到底呢啲選係選一手新房好定係買二手房好係啲成棟個自建樓好定買神地皮嚟自己設計自己起嗰啲老舊步梯房很值得買噶嘛歡迎新接播福嘅認真睇我直播3分鐘了解高州樓盤小區嘅優缺點手上熱線有限嘅情況下點知買先買錯過廣告咧就嗰度嚟9年嘅房產有間房嘅問題基本啲個好易貌好都敢講只要你有房嘅相關問題都可以從我呢度揾得到我。無論你係想了解一手房、二手房，無論商鋪成棟別墅地皮只要關於高州房產問題你都可以打出公屏上來我同你分析個優缺點幫你比比慳在高州買房要注邊啲嘢有邊啲坑係需要避開嘅嘛？商業貸款係先等額本金好定係等額本息好4樓、14樓、18樓呢特殊樓層可以買噶嘛？乜樣嘅戶型係好戶型乜樣嘅樓層係好樓層上我直播間停留3分鐘你想聽到我都要講你聽真係想要了解個片區小區嘅名稱睇咗啦歡迎嘅即金運通歡迎你城東悅府嘛城東悅府嗰啲樓盤呢就係6月份上啲月正開盤噶佢嗰啲樓盤呢佢係高州首個採用城東嗰邊城東唔係高州首個係城東嗰邊首個採用鋁模工藝設計嘅所以講佢個建築工藝呢比較先進先進到咩程度呢佢因為呢佢係鋁模個鋁模大家知道鋁模咩意思嘛？鋁模個見到嘛？鋁模呢就係馬西搭排山個馬西搭排山直接係用嗰啲鋁模一級級用水鋼筋水泥混凝土倒製而成個，所以講呢佢嘅啲牆體呢冇存在空鼓冇存在嗰啲呢個
人數嘅問題嚇，佢同保利同保利係一樣個嚇，同保利一樣個，所以呢馬有前台馬有存在空股，馬有存在做鋼層嚇，馬存在任數問題啊，所以佢質量呢係比嗰啲大牌生嗰啲要好嚇，大牌生要好啊，而且佢幾隻小區呢就係近到高明小學嗰度嚇，即係前面高明小學前面，所以講呢七家門正後門，所以講神農書房呢比較放心比較快比較方便快捷比較放心比較放心而且呢佢近到嗰隻體育公園嗰度近到嗰隻一個咩啊？一個崇德公園嚇，一個崇德公園前面就係崇德公園，所以講呢小區花園呢細啲，但係呢佢散步行嗰隻崇德公園呢係比較方便，係比較快捷㗎嚇，係比較方便快捷㗎所以講佢嗰度係屬於新規戶型嘅樓盤嚇，屬於新規戶型嘅樓盤得房率呢大概係110嘅幅度嚇，110嘅幅度。花園小區呢就冇幾大嚇，好似係22畝就做6棟樓嚇，6棟樓。開發商呢係街都呢就佢係做生意㗎，做生意個佢依家呢就又做房地產嚟嚇，所以講屬於卡界打劫卡界打劫即係呢佢在高州個樓盤呢就係在以前個嗰隻市區交警大隊市區中隊嗰度，市區中隊個前面嗰度嗰隻萬業錦上府一棟樓個小區再嚟嗰棟樓呢就依家呢就嚟做幾度萬業城東業府兩隻樓盤佢依家目前在高州兩隻樓盤戶型呢佢全部呢都係一節樓居住適力度係比較高，兩梯兩戶兩梯三戶兩梯三戶。之後呢花園小區就冇大，但係呢佢戶型居住適力度比較高價錢呢就來講呢去到7800到8500嘅區間。之後呢相對嗰啲剛需小區嚟講呢，佢個價錢呢性價比呢就賣好高就賣高。如果你想城東嗰邊性價比高過講講呢另有樓盤可以推薦俾大家另有樓盤可以推薦俾大家個嗰隻嗰隻乜嘢個金文通咧，隨住部間嘛金文通，你想城東悅府個乜嘢戶型你睇城東悅府個乜嘢戶型戶型冇錯戶型冇錯，小區呢就細啲將呢從性價比嚟講在城東個性價比剛需小區嚟講性價比就賣好高性價比冇高豐年嗰隻SU8城東花園又好介紹城東花園嘅話依家呢佢夏之月8月10號咁樣呢就可以全部可以交樓1月一期呢係舊年9月份就可以交樓嚟個已經交樓嚟個二期呢就係夏之月10號左右10號左右就可以交房咧，所以講呢佢嘅呢啲都係現房嚟個都係現房嚟個92畝個15棟樓嘅小區新規戶型，所以講佢嘅啲房居住適力度佢啲小區嘅居住品質呢冇差居住品質冇差佢依家又推出個優惠活動呢就係嘅年終個優惠促銷呢就係一期呢佢嘅整個小區呢就係成到大概係110套房嘅幅度依家一期1至6號樓一期1至6號樓依家啲清盤嘅話呢都係6000幾7000幾蚊有套房呢就係5字頭個5字頭個就係5980蚊紙5980蚊紙單價5980蚊紙總價呢就去到買到81萬總價80萬9000幾蚊5個房個5個房個咁呢度大家有冇睇到我個上幾日個視頻就係2樓個2樓個佢前面向南比較開闊前面向南比較開闊，所以講呢就樓間距呢大概去到55米56米嘅幅度樓間距係比較寬闊個，所以講呢通風採光呢就冇幾好，但呢2樓呢講講呢平時呢
就買係幾推薦嘅，但係呢佢幾度城東花園佢個二樓呢都係採用獨立排水管個所以講冇存在不廁所冇存在反水問題所以講嘅頭二樓呢廣告呢覺得呢值得推薦俾大家覺得值得推薦俾大家5房買到81萬紙買到81萬紙，所以講呢你兩個嗰啲 SU100 你上城東花園有幾多房幾多房啱啱你2樓幾多房啱啱你城東花園有房咪有城東花園有大概110套旁邊那塊地做乜嘢嗰塊地呢就買清楚嗰塊地買清楚就呢如果講賣俾開發商嘅話就係簽密嘅留用地做10層高如果講賣俾開發商嘅話就係做應該呢都係做26層高嗰啲嗰啲新聞房新聞房嚟講後面垃圾站會臭後面垃圾站將幾隻垃圾站呢你講個城東花園嘅隻垃圾站呢到目前嚟講呢佢嗰度前面因為呢佢隔離一條公民路所以講呢佢有一定距離嘅所以佢嘅隻垃圾站呢對佢嚟講呢影響可能不大而且佢嘅依家呢仲未啟動好似我成日帶啲客去睇佢改為公廁嘅喺2樓睇來2樓嘛想睇590房590樓嘅4房590樓嘅有590樓嘅有SU100你近排又去睇過城東花園嘅房咪咯將嗰啲一手房嗰啲高裝嘅一手房廣告呢都代理而且廣告帶你睇可以幫你避坑幫你開避嗰啲不利因素可以幫你揾到最優惠嘅停靠價嗰啲呢就跟廣告去睇一手房嘅價值所在而且冇收你任何費用所以講 SU100你如果想去睇過你近排未去睇過想去睇過你都可以點到關注SU100 點到關注再點下睇兩部車天橋名苑1號樓會唔會有嘈天橋佢1號樓呢近到路邊呢當然會嘈啲如果你馬上嘈過你可以揀裏邊2號棟樓係嘛2號棟樓直播間科技係有乜問題即管嚟啦你想了解是啲平區是啲小區個房你都可以將佢名稱打咗公屏上啦我同你分析個優缺點幫你避坑佢依家呢高裝呢只要分為5隻平區只要分為5大平區大家中意試試平區個你將個名稱打咗啦中意城東打城東三米打三米舊城區打舊城區寶崗打個寶崗石仔嶺打石仔嶺你將你中意個小區中意試平區你將個名稱打咗啦將個名稱打咗落每一平區呢都有佢嘅優勢都有佢劣勢都有優勢劣勢離鄉背景你想天橋名苑個嗰啲1號樓肯定會有啲嘈你想幾多房你想天橋名苑幾多房天橋名苑佢嗰啲樓盤呢在3米來講呢係屬於新規戶型樓盤之中個其中之一兩個樓盤之中之一除咗佢仲有東方河畔佢兩啲樓盤就係3米個新規戶型樓盤將新規戶型樓盤呢佢依家呢都比較閪興因為呢好多人買房都會衝住新規戶型去都會衝住新規戶型去因為佢新規戶型係咪咯淨土面積多係嘛你好比如係咪咯新規同舊規相比100方個賣100方嘢你舊規呢只能得到85方甚至最多係90方個使用如果講係新規個賣100方嘅話你大概呢去到至少都有100方
起100方到130方嘅使用面積使用面積所以呢係咪啦同等價錢係咪啦你得到嘅嘢更加多所以呢幾啲呢就係好多人想買新開嘅原因三尾嘅兩隻樓盤新開個係嘛天驕明顯呢佢個價錢呢就會稍微相對東方河畔會貴少少東方河畔呢大概呢就係3600蚊至到4800個區間天驕明顯呢就係4200到5800到5800個區間價錢呢就會差大概幾百蚊甚至成千蚊嘅幅度成千蚊嘅幅度將兩者呢肯定會有區別肯定會有區別東方河畔呢就稍微偏啲小區細3棟樓3棟樓東方河畔佢個得房率呢大概去到110%嘅幅度天驕明顯呢佢就90畝個90畝然之後呢就11棟樓花園小區大花園小區大90畝佢得房率呢就大概去到120%到130%嘅幅度所以佢得房率會高啲會高啲而且近到東方河畔呢就近嗰度三味中心了學三味中心了學然之後呢天驕豪明顯呢就近到嗰度喜賢學校喜賢學校東方河畔近到嗰度印加河近到印加河位置呢就稍微偏少少但係呢性價比嚟講呢東方河畔會高會高嗰隻小黑先生天驕明顯哪個戶型好啲0203戶型你睇幾多房嘅啫？你睇幾多房嘅啫？咁個小黑先生，你睇幾多房嘅啫？將呢天驕明顯呢，佢就賣3房嘅只有4房同埋5房4房嘅話係98方100幾方然之後呢120幾方起呢就5房嚟嘅將呢4房嘅話你講講呢就有啲戶型，你講講賣佢推薦賣佢推薦小黑你要睇過天驕明顯嘅房嗎？你要睇過天驕明顯嘅房嗎？天驕明顯呢佢依家呢就將呢佢先前講呢就係10月份就可以交樓佢合同呢就明年個將呢按常規嚟講估計呢係年尾嗰啲就可以交樓將呢能夠提前交樓10月份交樓呢就係OK 啦係嘛比較就比較好啦係嘛咁呢估計正常嚟講呢都係下半年尾個 cap 呢比較穩陣啲年尾個 cap 比較穩陣睇過就吧嘛你乜時候去睇過㗎？你乜時候去睇過㗎？4房嘅話講講呢有啲戶型你咪推薦我有啲戶型咪推薦將呢三尾平區嘅邊個房呢比較多都係圍繞在二中嗰度鄰近二中鄰近個你急房字㗎嘛小黑你急房字㗎嘛你急房字㗎嘛你如果講你買急房字個係嘛其實呢三尾嘅高呢都有好幾隻樓盤選擇一個怡景丹東龍庭一個天驕明顯一個呢就係東方河畔就睇你自己個需求你個預算大概去到幾多錢你個總價預算大概去到幾多錢小黑雙子塔中央公園都係大餅透露嗎？有震動嗎？聽大家吹太多咧嗰隻阿妹將呢雙子塔呢雙子塔呢我覺得呢佢嗰隻餅呢畫咗呢可能呢會稍微大啲咧係嘛畢竟呢我覺得呢雙子塔起個基立呢可能冇大畢竟呢佢離潘州廣場冇遠係咪咯？如果講你高州人高州個係咪咯人均購買力高州人個水平生活水平呢冇有咁好你兩隻綜合體嚟得咁近係咪咯？嚟得咁近我覺得呢
雙子塔呢覺得呢，我覺得呢就買係成四嘅機率冇大嚇，成四嘅機率冇大嚇。五心子嘅嘛，廖克五心子嘅話，如果你二線五心子嘅話，我覺得呢三尾有隻樓盤啊，三尾有隻樓盤呢比較啱你嘅四房啊，四房我就40幾萬就 OK 啦嚇，四房嘅40幾萬 OK 嘅。如果係明顯嘅話，五心子嘅話，我覺得呢有啲戶型啱你，但係呢講講碼推薦啊，講講碼推薦啊。小黑將呢買房嘅需求呢各因人而異嚇，因人而異啊。將呢佢個平有平嘅道理，貴有貴嘅道理嚇，平有平嘅道理，貴有貴嘅道理。將呢買房呢就根據自己個實際意見嚟買，即係睇自己生袋啊，最好睇自己生袋嚇，係嘛？你如果想五心子賣得比較靚個戶型嘅話，講講呢有其他。三尾呢有其他隻樓盤可以推薦俾你嚇，可以推薦俾你嚇。好討厭那些文化出一個樓盤就要吹一個大餅，自媒體又跟上做喇叭。嗰啲冇辦法嚇，嗰啲佢嗰啲收人家錢㗎係嘛？收人家錢就睇人家消災嚇，睇人家消災嚇啊！我哋呢馬收錢個，我哋只能夠實事求是嚇，實事求是嚇，實事求是。將呢我打開個 GPR 圖俾大家睇睇嚇，將呢係咪諗你大家覺得係咪咁住先係嘛？嗱我打開幾隻成東嘅 VR 圖俾大家睇睇嚇，將呢佢兩者之間嘅距離係咪咯？靠得咁近係嘛？靠得咁近會唔會成四呢？都仲係一隻問題嚇，仲係一隻問題嚇大家見到嘛？係咪咯？問題喺度啦，幾多度呢？就係我整緊啫。嗱，幾度呢？哎呀！嗱，幾多度呢？就前市中個雙子塔係嘛？幾條呢就係迎賓大道，幾條呢永清大道嚇。前市中個雙子塔就佢坐嘅啲位置係嘛？潘州廣場潘州廣場就係幾啲位置係嘛？幾度幾個距離有幾遠啊？幾度幾個距離有幾遠啊？係嘛？我估計呢東馬道1公里嚇，東馬道1公里，我就作佢2公里嚇，作佢2公里係嘛？有冇可能差2公里就會做一隻綜合體啊？有冇咁可能啊？係嘛？所以講大家諗下嚇，所以講係嘛？將雙子塔估計呢都係畫餅個機率大啲啊。天津名苑為什麼不推薦四房？有馬係背景嚟聽，馬推薦四房係有即戶型。係有啲戶型講馬推薦啊！天意吉祥嘅樓盤點樣啊？天意吉祥依家呢在售嘅3期嚇，在售嘅3期天意吉祥呢都係基本上係現房嚟個嚇。佢個第3期嘅話，估計呢係10月底個 cat 呢就要交樓啦嚇，10月底個 cat 要交樓嘅佢依家呢就佢裝修緊，因為呢佢11、12、13嗰啲都係大裝修㗎嚇，都係大裝修㗎嚇。彭賢新洞，你想天橋天意吉祥個幾多房個戶型啊？天意吉祥呢，佢依家呢基本上都係現房嚟㗎嚇。樓盤佢嗰度3期已經係基本成型㗎嚇，就係等佢裝得好就要交房嚟嚇，天意吉祥佢個價錢嚟講嚇。在整個寶崗乃至整個高州嚟講呢，佢個性價比呢都係比較高嘅嚇，3000幾蚊紙，3000幾蚊紙喺呢就可以大裝修嚟嚇，所以呢性價比在寶崗嚟講，乃至整個寶崗片區在整個高州嚟講呢，性價比呢都係比較抵手嚇，都係比較抵手啊。就係咁個呢天意吉祥呢佢食東西房賣菜呢就買係好方便嚇，
就買方便啊！你如果性價比高過嗰啲樓盤咧值得入手嚇。如果你想細窿讀書近過那麼你款呢就買幾方便就買好方便。盤源生動你想幾多房你想細嘅天然間層幾多房款呢天然間層呢就買入3房個買入3房個只有4房同埋5房4房同埋5房多謝佢咋妹多謝你直播間冇係未點關注嘅點啲關注點啲關注未點關注嘅點啲關注點啲關注嘅幫我點啲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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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讚貧賢生動4房嘛想4房嘅話4房嘅有4房嘅有116方個，然之後呢120幾方個都有120幾方個都有。你有去睇過嗰度個房嗎？貧賢生動你有睇過嗰度個房嗎？有睇過嗰度個房嗎？還是優先讀書嘅問題。就呢佢嘛得讀書就呢佢去學校呢就要跟個要送要送窿要接送因為呢佢要過大馬路如果你屋企有人得閒嘅係嘛，屋企有人得閒嘅，那麼呢接送一下亦無妨接送一下亦無妨。但呢佢呢就價錢便宜價錢便宜呢個呢就係佢嗰個優勢佢嗰個優勢如果你手頭熱線掹緊個係咪咯幾隻樓盤呢你可以一個帶你睇，幫你揾停購優惠幫你揾停購優惠。佢其實呢佢去學校都唔係好遠個大概呢就係走幾條咁個路走條幾條咩幾條通天大道走幾條通天大道大概呢就係900米嘅距離900米嘅距離而嘛覺得好遠即係呢就要細窿要搭7大日細窿要搭7大日如果講你貧賢生動，如果講你想在寶光片區揾房俾細窿讀書又想近過想細窿讀書近過馬上點接送過。那麼寶光片區呢有2隻樓盤哥哥可以推薦俾你個可以推薦俾你個一個呢就係讀北江小學個南江玉龍灣一個呢就係讀白小個世界花園佢2隻樓盤呢都係近到小學個近到小學個七家門呢就正校門七家門呢正校門貧賢生動你跟過咪咯你細佬讀幾多年級你細佬讀幾多年級你幾時會睇過噶咯？仲有呢要過保護期要過保護期公哥正可以帶你去睇仲可以幫你揾到停購優惠仲可以幫你揾到停購優惠幼幼兒園嘅話呢就係南江玉龍灣有小學有幼兒園，而且南江玉龍灣佢個初中讀個初中在整個寶光片區來講南江玉龍灣讀個初中呢係最靚個讀高中中學初中部個其他個寶光片區個呢其他樓盤呢都係讀八中個都係八中個5月份去睇嘅吧係咪5月份7月份再過一段時間咁我都就可以帶你睇啦咁個真係你想4房嘅話想4房係嘛想4房嘅話其實南江玉龍灣同世界花園呢佢個價錢呢差唔多世界花園呢佢就馬大裝樓嘅話呢就30頭起30頭起南江玉龍灣呢佢大裝樓佢係大裝樓嘅全部係大裝樓嘅就係4588起4588起南江呢佢就係舊規戶型世界呢就係新規戶型咁呢就係佢個差別就係佢個差別
國有千秋，天驕豪庭12、17棟01戶型天個樣。12、17棟天驕豪庭12、17棟係樓王嚇，係樓王嚟個係樓王所以講價錢嚟講呢，肯定係貴嚇，肯定會貴肯定會貴01戶型冇錯唯一缺點就貴嚇，唯一缺點就貴你國有千秋，你個二線，你個總價二線大概去到幾多錢咯？你個總價二線大概去到幾多錢好難練習啊嘛你睇你自己個確切需求啊，你如果細窿讀書個係嘛？你細窿幾大咧？彭延新洞你個細窿幾大咯？如果你係讀小學嘅話，其實呢小學個兩級小學個都差唔多兩級小學都差唔多你就睇你想選一個初中想選一個初中個因為呢初中嘅話呢亦係好重要個四季呢就讀八中天而家長呢又讀八中南港榕灣呢就讀高中初中部讀高中初中部所以講呢四歲你都有2年所以講呢你都唔係好急個你如果想近城區啲個係嘛，又想佢初中以後會好啲個那麼南港榕灣就比較近城區但係呢佢就係舊區戶型嘅話陣數面積呢就冇咁多你如果講係想新區戶型個那麼四季花園呢就啱你四季花園呢就啱你南江你要睇咁樣啦，彭延新洞南江你要睇咁樣啦。你如果未去睇過個咁可以帶你睇幫你避坑因為呢有啲戶型呢講唔係好推薦個可以幫你避坑，幫你規避嗰啲不利因素因為呢每一套房呢都有佢嘅優缺點每支樓盤呢都有佢嘅優缺點跟我講去買一個可以幫你避坑，幫你規避嗰啲不利因素乜嘢個不利因素乜嘢個坑咯，一個乜嘢嘅槽降層腰線層咩個設備層乜嘢個緩衝層係嘛然之後呢風貌數上面個係咪呢個天斬煞角煞火燒天門等等噼里啪啦個風貌數嘅問題呢講呢都可以幫你規避最重要呢仲幫你揾到填購價所以講平時生動你如果點到關注你個再點下睇兩款車咁哥可以帶你睇照感覺天驕兩個樓盤都近番禺廣場二線亦差唔多天驕兩隻樓盤天驕明苑天驕豪庭價錢呢豪庭呢就比天驕明苑呢要貴大概成千蚊一方差嚟800蚊個幅度800蚊個幅度所以講呢幾兩隻樓盤呢係有啲差別係有啲差別價錢有啲差別戶型係一樣個將呢城東嗰邊平區肯定係好多夥計依家呢比較考慮個平區比較中意個平區畢竟呢城東嗰邊係咪啦係依家係高州新嘅中心嚟但係呢你要接受個價錢係佢價錢嘅依家呢係高州嚟講呢係最貴嘅隻平區價錢呢係正常嚟講呢都係5000幾蚊至起到9000幾蚊都有火燒什麼不會是03戶型廚房在拉筆小心如果你想去睇想去我幫你避坑個點到關注再點下睇兩款車廣告幫你避坑直播間嘅係有乜問題即管打一下你想了解是隻平區是隻小區個房個你都可以打出來佢依家啲高州主要分為5個平區中意城東打城東中意三美打三美中意舊城區打舊城區寶江打寶江石仔嶺打石仔嶺每一隻平區呢都有佢個優缺點都有佢個長處都有個短處
就睇你自己個意願，睇你自己個需求需求即係成東依家呢目前係高州個新嘅中心係高州目前最多樓盤個只片區，亦係新規樓盤最多個片區幾之間呢新規戶型呢係好多係比較搶手係比較搶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將呢新規戶型嚟講在高州幾之間呢價錢呢冇降反而升，你好似成東嗰邊係咪啦？你好似天和府成東花園有天驕豪庭天驕名苑有成東雅苑、天和府嗰啲新嘅樓盤，新規樓盤不但冇降價反而係升價㗎降過都係嗰啲舊規價係嘛偏遠嗰啲平區成東嗰邊個房價係比較堅挺嘅，係比較堅固比較堅拖樂天實在令咩意思回憶樂天實在令咩意思？實在令咩意思？馬聽得明馬聽得明樂天係屬於二手房樂天二手房，再呢樂天個食仔領平區早期嘅話，因為買好多樓盤，所以講呢樂天呢賣得比較快賣得比較好但呢幾依家呢食仔領平區呢多樓盤選多樓盤選所以講呢食仔領平區喺樂天呢幾依家呢顯得呢樂天呢就有啲偏隻角有啲偏隻角樂天呢就係舊規戶型所以講呢佢依家啲二手房放出來呢價錢呢就冇貴2000幾蚊都有2000幾3000幾實際樂天就睇2000幾3000幾直播間覆蓋有乜問題即管打出嚟有乜問題即管打出嚟嗱，即係講啲高州咁多隻片區5隻片區成東呢就係價錢比較堅拖嘅比較堅挺過亦係好多人比較向往嗰啲片區即係咧，你如果講係衝住細農讀書個，我覺得呢舊城區個書包呢絕對係高州最靚仔嗰啲片區畢竟呢佢個高州人買房大部分呢都係上細農讀優質書包個咁舊城區嘅喎，舊城區嘅房小書包無論小書包定係中書包都係高州嚟講最優質個你好似小書包係嘛附一小文明路小學嗰啲呢都係比較優質個比較優質個書包然之後呢中書包嘅話就係一中然之後高優中學初中部嗰啲呢都係比較靚仔個比較優質個，所以講呢你上細農讀優質書包個那麼舊城區呢就係一啲比較好嘅選擇但呢你要接受個缺點就係佢老城區呢係道路夾窄咯經常塞車咯係嘛，然之後呢老舊部體房多嗰啲老舊小區多而且經常修路經常塞車咁呢就佢缺點如果你想新房個那麼成東嗰邊就佢書包呢佢依家呢有隻新個試一小搬來成東嗰邊呢，所以講呢成東嗰邊個書包呢亦都越來越好啦你包括之前個高文係嘛打奔頭佢依家呢有新個試一小咧係嘛舊年開學個高明係嘛3隻小學咧成東邊有3隻小學咧所以講呢成東嗰邊呢亦小學個師資小學個質量越來越高越來越高天驕名苑呢個人天驕名苑冇錯就係位置呢隻稍微偏少少偏少少咁個工程師你睇天驕名苑幾多房啦？你睇天驕名苑幾多房天驕名苑個只有4房同埋5房只有4房同埋5房天驕名苑呢有一隻戶型公開賣嘅推薦賣嘅推薦高州好一點到幾多
幾多尺平方啊？我同你講金子生，高州最貴嘅樓盤，高州最好個平區咧就係城東平區嚇。高州最貴嘅樓盤亦係在城東嗰邊嚇。天和府就係依家目前最貴個樓盤嚇，均價去到8000蚊嚇，均價去到8000蚊嚇。2棟05戶型啊，2棟05戶型係5房嘅話，係5房。所以呢2棟嗰度個係佢係依家在售個小樓王嚇，在售個樓王。所以呢價錢呢就去到4000大幾5000幾㗎，去到4000大幾5000幾價錢去到4000大幾5000幾嗰啲價錢你接受到個工程師接受到嗰啲價錢明顯會見市場嘛，馬得到嗰啲未有聽得講未收到風我覺得呢，如果講能夠在三美平區建啲市場嘅話，我覺得呢就比較好畢竟嘅依家呢三美嗰邊嘅話，其實呢連一隻正樣嘅市場都未有樓盤呢就比較多不過呢三美嘅依家呢佢個配套呢開始越嚟越完善你講大家見到嘛㗎幾隻起源學校係咪咯？起源學校呢就包括小學包括初中之前小學初中都要回到老城區，都要回到城東嗰邊正有師讀過三美嗰啲人三美嗰啲兒子所以講佢依家呢小學又有咧初中又有咧未來呢我覺得呢按做一啲按在佢周圍呢做一啲市場呢就比較妥當循而中能近嗰啲定做一啲市場呢我覺得呢就比較好畢竟呢嗰啲樓盤都係集中在而中能近嗰啲定而中能近嗰啲定工程師你去睇過天津明演嘅房嗎？將呢價錢呢佢在新規戶型之中在三美新規戶型之中呢佢價錢呢就係一般買最平如果你想平過三美平區有新規戶型嘅樓盤價錢比佢平幾百甚至成千蚊之個70萬紙可以買，70萬紙基本OK 冇問題冇問題就呢經過嗰啲一手房工程師嗰啲一手房呢講過帶你睇呢就可以幫你慳錢畢竟呢我帶你睇係可以幫你揾到最優惠嘅填購價最優惠嘅填購價你自己去呢屬於省下我帶你去睇呢屬於填購下保利屬於邊個片區？保利屬於11屬於11工程師你有點關注未？未點關注你點到關注點到關注嘅話再點下再了解直播間幾依家呢高州個樓房嚟講呢即係遲咗成東幾依家呢最多樓盤呢就三美平區成東係最多樓盤然之後呢就再到三美平區嚟嘅三美平區個樓房呢都係圍繞在嗰啲二中能近所以呢樓盤呢亦比較眾多但呢三美有個缺點呢就係小學嘅依家呢正完善然之後呢佢嗰啲市場呢就在麗晶嘅樓下在麗晶樓下就稍微偏少少嘅因為呢佢二中能近正係樓盤多嘅地方係嘛？即係樓盤多嘅地方
但你去到麗晶嗰邊啊，去到麗晶嗰邊正有菜賣嚇，要過大馬路啊，所以呢有好多人呢冇醒嚇，有好多人冇醒去到麗晶嗰邊買菜個嚇，去到麗晶嗰邊買菜個，所以如果能夠在幾邊啊，近到二中嗰邊你定啊嘛cái兄弟cái定呢做一個市場呢，我覺得呢係比較冇錯噶嚇，係比較冇錯個啊。所以呢買菜啊上貨啊嗰啲呢就係日常個基本個日常生活需求嚇。如果你幾呢嘛滿足到嘅話呢係咪咯？佢個房價你想幾高啊？想幾保值嘅話有啲困難嚇，有啲困難嚇。70萬這個話應該可以買到成東了吧？70萬就可以啊，成東嚇，你要睇選幾房嚇，你要睇選幾多房啊。即係你如果四房嘅話，佢個選擇嘅幅度，即係選擇個區間範圍呢就比較細嚇，比較細。因為畢竟呢柏園新洞，畢竟呢成東嗰邊佢個四房嘅話都要去到最少要66萬至起嚇。66萬隻起，所以你70萬隻嘅話，就只能夠賣嗰啲比較低層啲個四房嚇。如果三房嘅話就冇問題啦，係嘛？70萬隻嚇，三房絕對冇問題嚇。就冇一個嘅係有乜問題即管打出嚟嚇，有乜問題即管打出來嚇。大家睇到嘛？就幾億間呢高州成東嗰邊啊，係高州發展得最好嘅片區啦，係嘛？佢嘅依家呢成東嗰邊其實你買有幾多地賣嚟嚇，買有幾多地來可以開發嚟個嚇，已經開發到七七八八嘅嚇。嗱，佢依家呢成高呢又放出嚟有3塊地嚇。放出嚟3塊地，大家都呢度睇少少位置嘛？佢嘅3塊地呢就係在嗰隻天橋豪庭個冷近嚇，在天橋豪庭個冷近嗱，就在幾隻位置嚇，嗱幾邊等定嚇，就幾邊等空地啊，嘅邊一塊空地嚇嘅大嘅空地就有3塊嚇放出嚟賣嚇，有3塊放出嚟賣個嚇。其中幾一塊呢？幾一條呢就係北架路嚇，叫做北架路。幾一塊嚇，幾一塊地，幾一塊地呢就係起拍價3億嚇，3.3億就未低到乜船拍低嚇，未低到乜船拍低嚇。依家已經跨出來嘅嚇，已經跨出來嘅嚇。矮一塊就幾隻位置嚇，就幾隻位置啊。具體冇記得幾多錢嚇。矮一塊咧就在東方上演個二期嗰度隔離嗰度嚇，二期隔離嗰度所以3塊地嚇，3塊地幾邊呢喺一條同福路千恩嗰邊大酒店嗰邊去啊，千恩大酒店嗰邊去啊。所以你未來嘅話呢成東嗰邊你買有幾多地賣嚇，買有幾多地賣啦。所以講呢未來嘅話要發展嘅話，估計呢都係往嗰邊往嗰邊迎賓大道嗰邊嚇，迎賓大道嗰邊往幾邊呢定往幾邊呢定發展做樓盤嚟㗎，做幾邊呢地嚇，幾邊呢地或者講往邊邊啊？往永清大道嗰邊去嚇，往永清大道嗰邊去往嗰邊經過嗰邊嚇，往北間南嗰邊嚇，往北間南嗰邊發展呢個嚇。我話呢度大家有睇網上消息嘛嚇。嗱，佢依家呢聽講往北間南嗰邊北間南嗰邊發展嚇。北間南嗰邊呢幾條呢就係賺錢路嚇，幾條賺錢路幾等定幾條北間南。就係從潘州廣場嗰邊一路過來往南邊嚇，一路走緊幾條嶺南大道嗰邊過來嚇，
嶺南大道呢係從幾職嗰啲保利嗰邊嚇，保利嗰邊體育館嗰邊一路往東邊來嚇，往東邊來到永清大道嗰邊嚇，幾條呢就永清大道嚇。跟二中嘅邊個來㗎？就所以講就幾敦定嚇，幾敦定。以後就係未來社區嚇，未來社區城東咧都係會往幾啲方向發展嘅嚇，會往幾啲方向發展嘅嚇。所以呢幾度呢會做一啲中央公園嚇，300畝嘅中央公園幾方有南岳中學，有潘州中學，有丁明中學嚇，有丁明中學。所以呢未來幾度應該估計發展到冇錯嚇，因為呢城東賣有地賣啦嚇，城東賣有地賣啦廣華縣呢個人，廣華縣我同你講下，廣華縣呢你㗎，廣華縣呢係城東最容易上車嘅一隻公寓樓盤嚇，最容易上車嘅一隻公寓樓盤嚇。你聽幾多房啊？你㗎，你聽幾多房啊？你聽幾多房個房？你聽幾多房啊？將啲城東嗰邊嚇，城東嗰邊係廣漢華縣係江蘇最容易上車嘅一隻樓盤嚇。價錢呢係5000蚊到6500蚊個區間嚇，價錢冇貴嚇。佢呢缺點呢就3塊戶型舊塊戶型嚇，舊塊戶型陣路面積都唔係咁多嚇，陣路面積唔係咁多，而且呢佢個花園小區細嚇，花園小區細，但係呢價錢呢就高咗城東最平嘅一隻樓盤嚇想四房乜嘛？四房呢佢就有110方以上個，然之後呢到141方個四房嚇，買入5房個，三房就100幾方嚇，三房100幾方啊。你個二線大概去到幾多錢咯？你二線大概去到幾多錢咯？仲有呢廣華縣呢佢就屬於國企個嚇，屬於國企個，所以佢品質呢冇差嚇，品質冇差啊，品質冇差。但呢佢呢就係廣華縣廣華縣呢佢就係花園小區呢就細花園小區就比較細比較細買有咩個花園配套買有咩配套你個二線大概去到幾多錢啊？你講你如果講首先二線買嘅多個係嘛？又想在城東上車個其實廣華縣嘅一樓盤呢係比較容易上車比較容易上車比較容易上車。而且呢佢都係現房個即買啲裝修入住即買啲裝修入住，佢戶型比較多選擇有2房、有3房、有4房戶型比較多選擇就花園小區細啲花園小區小區比較細比較細啲佢係讀公民7中個公民7中個書包公民7中個書包你價你個二線大概去到幾多錢你價你個二線大概去到幾多錢你有冇急房住你有冇急房住你如果冇急房住個二線又充足個咁嗰個建議你呢都仲係考慮新批戶型比較好啲考慮新批戶型比較好啲畢竟呢依家新批戶型呢係未來嘅發展嘅趨勢未來一個趨勢嚟個直播間屋企將呢你如果講係想在城東嗰邊上車㗎想在城東嗰邊上車個你係戶型定係舊規戶型將你個需求打出公屏上嚟佢依家呢城東嗰邊舊規個基本上呢都係現房嚟講，你包括中冧城3期廣華縣東隅一品然之後呢嗰隻高文家園高文家園嗰啲呢都基本上係現房整現房嚟講價錢呢亦冇貴5000幾到6000幾個區間城東嗰邊
六千幾個區間嚇，價錢相對新批戶型呢就冇貴嚇，相對新批戶型冇貴啊。歡迎旺發怡景4房要幾多錢啊？怡景你講嘅係3米嗰啲怡景跟得龍庭嘛？咁個旺發，你講嘅係3米嘅怡景嘛？3米怡景呢佢係屬於國企嚇。佢依家價錢呢就4000幾5000幾價錢4000幾5000幾。不過呢怡景跟得龍庭一期呢佢個戶型震動面積就冇咁多面積戶型就會有面積呢就偏大面積偏大啲面積偏大啲面積稍微偏大啲不過呢佢呢基本上都係現房嚟個真現房嚟個整現房嚟個所以呢就基本上即買一張落入住，佢個花園小區比較大花園小區個居住適力度冇差適力度冇差而且係屬於國企所以講佢個質量嚟講呢比較有保障質量嚟講係比較有保障個旺發，就呢你想住3米平區揾房吧嘛？你有急房住嘅嘛咯？旺發你有急房住嘅嘛？你個需求係乜嘢嘅情況咯？你個將總價熱線大概去到幾多錢咯？總價熱線大概去到幾多錢咯？佢啲樓盤呢就花園比較大比較適合宜居比較宜居就係舊規戶型面積呢就偏大啲，總價呢就會偏高啲仲有啲3米平區嘅話，樓盤比較眾多旺發你講講你個需求呢個我同你匹配一下房源俾你60萬紙左右吧嘛，60萬紙嘅話4房有60萬紙將已經4房有得選擇你有急房住嘅嘛正旺發你有急房住嘅嘛正，如果你冇急房住個，我建議你60萬紙嘅話4房嘅話隔離新批戶型樓盤都有得選新批戶型樓盤都有得選有得選保利4房有推薦嘛？又係保利依家個4房呢，暫時呢就要等期房要等。如果你想現房個3房呢就比較多3房比較多4房嘅話，因為3號棟呢佢依家呢就咗呢每日都開售個佢依家呢就係偷偷賣佢要到10月份個 cat 正開盤3號棟其他4號棟5號棟嗰啲4房已經賣有咧已經賣有貨咧賣有乜貨咧旺發你有急房住嘅嘛？旺發你有急房住嘅嘛？即係講呢你如果講係想3米平區嘅房個想3米平區嘅房個遲早咁當龍庭講呢有其他樓盤可以推薦俾你如果你買急房住個因為六嬸子嘅話4房嘅話3米平區呢可以賣得比較好過4房可以賣得比較靚仔過南北通嘅4房咧旺發你一出就報金嘛？旺發你一出就報金嘛？旺發即係六嬸子嘅話在城東呢就買有城東嗰邊呢就買有4房如果講你郊區都買能過那麼寶光石仔嶺3米嘅3億平區嘅3億平區都有房間你明年想要嘅話，那麼新批戶型講可以推薦俾你旺發你有點關注未點關注先點關注如果你冇急房住個明年都可以入手那麼3米有2隻新批戶型樓盤有2隻新批戶型樓盤嗰可以推薦俾你或者你想其他平區個寶光亦有新批戶型
年輕人最多個區域肯定係城東嚇，肯定係城東嚇，因為城東熱鬧嚇，城東熱鬧，所以講呢，城東係好多人向往追求買房嘅地方嚇不過呢，城東個價錢呢，肯定會比其他片區嘅要貴嚇，會比其他片區嘅要貴嚇。跟住就3年啊嘛。黃發你如果講係某吉個到時候可以點到關注你嘅話，再點下睇兩部車廣告可以帶你睇可以帶你去睇，我幫你慢慢對比，慢慢分析慢慢對比，慢慢分析中lâm城4期以後咩價錢？幾啲價錢呢就未低將估摸嘅話，應該大4代建築係嘛？肯定更新穎嘅嘢估計呢都要賣到應該係700-8千蚊一方估計中lâm城4期嘅話，估計呢係年尾個 cat 就要交樓啦，年尾個 cat 就要開售啦年尾或者過年春節期間應該都可以開售嘅，將啲新規戶型係一個趨勢係一個趨勢，所以奉獻各位直播間嘅夥計將呢能夠買急房住嘅話，個個呢都係建議你考慮新規個戶型會比較妥當啲畢竟未來大家呢都係包括開發商佢開發嘅樓盤都係會往新規戶型方向發展嘅舊規戶型只有越嚟越便宜120方個戶一般要幾多錢？咁你要睇邊度嘅房要睇你總價幾多錢要睇你滿碼兩年又二手房好複雜嘅夥計嗰啲外英屋二手房好複雜嘅所以呢我跟住冇回答到你到中lâm城嘛已經被搞完了嗎？嗰啲思維講緊嘅係4期1、2、3期已經搞完啦，3期都仲有少少冇幾多咧依家講嘅4期就坐喺1期嘅隔離馬7期4代產品夥計中lâm肥話有貨舊規了3期係舊規3期依家講嘅4期依家做緊係大4代建築大4代建築夥計大4代建築佢個陽台呢達到2.5米寬個所以啲陽台好大隻個二手同埋一手差不多吧你要睇咩？要睇邊度要睇咩戶型滿2年總價64萬總價64萬你係有外英屋你係有房想放賣定係點啫？你想入手個土房外英屋你係想入手個土房你定係你有個土房想放賣將你經過你個你係想放賣定點啫？你想入手你係想入手個土房定點啫？面積大概幾多方你係想買定你係業主定點啫？你係業主定係新業主因為我冇睇到你個套房幾大冇睇到你套房幾大係要根據評估價來要根據評估價來正可以將嗰啲稅費要根據評估價來定個根據評估價來定個120方就坐140方以下140方以下嘅話就係契稅就一個點我冇睇到你係幾時買來嘅冇睇到你幾時買來嘅
所以講外英屋你如果想了解詳情講，你點到關注再點下睇兩風車嚇，再點下睇兩風車廣告就好快下播嚟嚇，好快下播嚟嚇，好快下播嚟啊！所以你想了解詳情講，點到關注再點下睇兩風車嚇。天橋豪庭有精裝嘛？咪有嚇，無批嚇，無批啊！冇辦法，你如果想去睇想去睇馬能高州市市值一手房嚇，嗰啲都可以帶你去睇，幫你避坑，幫你開闢嗰啲不利因素，幫你揾到最優惠嘅調購價嚇。所以講直播間伙計嗱，未點關注就點到關注嚇，點到關注啊，未點關注點到關注啊。後期有任何問題，你想了解一手房或者講二手房，無論商鋪、成棟啊、別墅啊、地皮啊，你都可以來廣州直播間大家諮詢下交流下嚇，諮詢下交流下啊。廣州呢依家呢逢周一、三、五日晚上嘅8點10分呢，晚有特殊情況，都係會出直播間直播嘅嚇。所以講呢，想了解高州樓市個都可以點到關注嚇，都可以點到關注嚇。直播間伙計嗱，今晚呢直播準備到此為止嚇。多謝大家嘅點讚多謝大家嘅關注嚇，拜拜嚇。